歡迎收聽阿樂說書，我哋繼續失控的焦慮世代，父母可以做些什麼？你有冇試過咁嘅情況啊？當你想同你嘅仔女傾偈，關心下佢哋生活嘅時候，佢哋成日都係拎住部手機對住個 mon，好似聽唔到你講嘢咁樣。或者你有冇發現而家啲小朋友好似越嚟越容易焦慮，情緒起伏好大，甚至有啲細路因為手機啦、社交媒體啦而變得唔開心。作為父母，我哋梗係想保護自己嘅仔女，希望佢哋可以開開心心咁樣成長。但係而家嘅科技發展得咁快，我哋究竟應該點樣做先至可以幫到佢哋呢？呢一集就係想講下喺呢個數碼時代，父母可以點樣調整自己嘅教養方式，去幫助小朋友面對社會嘅挑戰，而且建立更健康嘅親子關係。喺我哋深入探討問題之前，不如大家一齊諗下以下嘅問題啊！你覺得科技對你嘅小朋友嘅影響係好定係壞嘅？佢帶嚟嘅好處多啲啊，定係壞處多啲？你有冇發現自己有時都會過度使用手機呢？甚至影響到同小朋友相處嘅時間？喺管教小朋友嘅時候，你覺得應該點樣平衡管教啊，同埋尊重佢哋嘅個人空間呢？尤其係使用科技產品方面。如果你對以上呢啲問題有諗法，或者你都覺得係管教小朋友使用科技產品方面自己都有啲困難，咁呢一集嘅內容就非常適合你啦。作者指出父母喺小朋友成長嘅過程入邊係最重要嘅影響者。父母嘅行為模式、家庭環境，甚至佢哋自己使用科技嘅習慣，都會潛移默化咁樣影響下一代。咁父母可以點樣做呢？作者就提供咗幾個重要嘅方向。第一就係設立一個健康嘅數碼習慣啦。作者強調父母應該以身作則嘅，盡量減少自己對手機嘅依賴，成為小朋友學習嘅好榜樣。如果你自己都成日拎住部手機，又點樣說服到你嘅小朋友唔好成日玩手機呢？另外，建立一個冇屏幕時間都好重要。例如食飯嘅時候、瞓覺之前，大家都唔用手機，咁就可以幫助小朋友培養更加健康嘅生活方式。書入邊就有舉例嘅，有啲家庭開始設立一啲數碼排毒日啊，規定每星期有一日，全家人都唔用電子產品。結果發現親子關係係好咗嘅，小朋友都更加願意參與戶外嘅活動。第二點啦，增強面對面交流嘅機會。書入邊強調，父母應該主動製造機會，同仔女進行真正嘅對話，唔係淨係問佢哋學業嘅成績嘅。譬如可以安排每星期一次嘅家庭活動，好似去郊遊啊、做運動啊咁樣，建立一個更加深層次嘅親子關係。因為小朋友嘅社交技能係需要透過實體互動去學習嘅。以前啲細路會喺公園同朋友玩，學識點樣解決衝突、合作。但而家好多時候，佢哋選擇咗社交媒體同埋網上遊戲嚟代替面對面嘅交流。第三啦，就係限制科技使用時間啦。書入邊提到啦，科技本身唔係壞嘅，但係過度使用一定會影響小朋友嘅發展。有研究就顯示啦，過度依賴社交媒體嘅青少年確係出現焦慮啊、抑鬱嘅機會比較高嘅。所以父母需要同小朋友一齊制定一個合理嘅使用時間，並且堅持咁樣去執行。第四啦，教導小朋友數碼嘅素養。作者就建議父母唔應該完全禁止小朋友接觸科技嘅，係而教佢哋點樣健康咁樣去使用，要同佢哋討論網絡安全啊、網絡欺凌呢啲咁嘅問題，確保佢哋知道喺網絡世界入面點樣保護自己。其實諗翻起作者之前提出過一個說話，就係導致呢個焦慮世代嘅主因就係過度保護喺實體世界普遍存在咗，但係喺虛擬世界就係保護不足。而家好多父母啦，都係因為擔心小朋友嘅安全，唔俾佢哋自己出去玩，
但係啊，喺網絡世界又好似冇乜點樣去引導佢哋同埋保護佢哋，咁樣嘅失衡係對小朋友嘅成長係好唔健康嘅。最後總結就係，父母唔需要完全禁止科技嘅，而係要學識點樣同小朋友一齊使用科技。單係咧限制或者懲罰咧，只會令到親子關係變差。真正重要嘅係建立互相嘅信任啦，理解下對方嘅需求。父母需要咧學習新時代嘅育兒方式，幫助小朋友適應現代社會，而唔係純粹用傳統方法去應對新嘅問題。好啦，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，多謝收聽阿樂說書，下次見。